记号爱心菜市箱是为了帮助弱势单位去抢到灵感，希望当伫咧疫情期间替弱势团体尽一份心力，亲像创世基金会，一份菜市箱得让帮助是不钱，加一天的分量。去年这样的活动开始之后，我们也真正去看到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。那借由这样的活动与朝天宫的联名，来认购我们的爱心公益蔬菜箱一起来落实地方了哈，希望呢一个有需要的人，大家来共襄盛举，把妈祖的爱心，还有我们实际的菜把子，把新鲜的蔬菜送到每家每户。另外，珠宝公司嘛提供珍珠旋石好野破链，送予朝天宫的妈祖，嘛小介这摆福地内底悠悠开设计理念，希望和民众会想要买，就会来做爱心。